多倫多樓市咧出現咗一個好奇怪嘅信號喎。第一咧就係個平均屋價跌咗，但係咧個成交數量咧升咗6.3%。咁即係咩意思咧？嗱，不如我哋睇下多倫多上一個月嘅數據啊。嗱，第一平均屋價咧就係1069000，比舊年同期咧跌咗4.6%，即係話而家買樓係平過舊年嘅。而第二新放盤嘅數量咧少咗18.8%，而喺市場上活躍放盤嘅數量咧係少咗13.3%。咁即係話可以嘅選擇嘅物業就越嚟越少啦。而第三樣嘢非常重要嘅就係個成交數量咧比舊年同期咧升咗6.3%，即係話買家咧開始入市啦。就連地產局嘅數據都話，而家個市場嘅價錢咧趨向穩定，嚟緊咧會有上升嘅趨勢。咁我本身從事咗地產20幾年啦幫好多客人咧都去唔同嘅物業去換屋嘅。我覺得咧而家個係屋換屋最好嘅黃金時候因為咧而家我哋面對嘅情況就係價錢跌、放盤減少、成交數量增加。通常呢3個信號同時出現咧，即係話個價錢反彈嘅機會咧係好快㗎啦。正因為咁咧，我準備咗一個嘅樓市講座，專係幫一啲客人咧去屋換屋嘅。例如而家你住緊間屋，搬去下一間大啲嘅屋，而家所補嘅差價咧係比起之前少好多嘅。又或者如果市場真係升啦，舉個例，你住一間 townhouse 升10萬蚊嘅時候，你覺得你心儀嗰間雙車房會唔會升得多過10萬蚊呢？如果你有同樣嘅睇法，想把握而家嘅機會嘅咧，好簡單嘅啫。喺以下個連結報名個連結咧就會有我哋唔同講座嘅時間啦同地點嘅咁你可以報名就可以參加到噶啦咁喺個嚟緊講座嗰度會同你再講多啲我手頭上好嘅資料想同大家分享嘅，希望可以幫你喺個時間裏邊爭取到個好嘅機會，可以 upgrade 到間更好適合嘅屋。到時見你，拜拜。